伊无甲我做，但是我看到我为着众生的努力，我就出头来做，可不可以？那是态度，态度啊！你的态度是爱安尼哦，并毋是讲啊，我拢坐伫遮看后是安尼领领的代志，迄种种的代志，迄送的代志，迄送的代志，啊，人甲你讲说，哦，我不在其位出头妻子，这是一种推卸，推卸跟承担之间，公母猪该会大胆推卸。伊是袂甲咱推卸，他只是在教我们怎么跟谁团结合作。你要团结甲合作，啊，咱拢常常讲互相，啊，咱人是互相的，敢是咱拢有听即句话，人拢互相的啦。你对我好，我就安那对你好，啊，你若对我歹的，你对我歹，我敢会阁对你好，敢会？各位亲戚，你敢会？人若对你无好，你敢阁会对人好？哈？不容易啊！是啊哦。即摆开始心内做侪声音嘛，啊，伊对我歹啊，我敢爱对伊好吗？你会开始怀疑哦，有很多声音哦。即个时阵就爱说字啊吼，互相摆撇。咱拢常常伫即个咱咧卖迄个过程当中吼，这几件代志拢就说，咱团结合作的对象，咱若听到是非也是无好，咱拢看到一件代志的黑暗面甲弱点，但是忽略了那件事情的。黑暗面的弱点，也背面就是要我们挺身而出，伊就是要互咱出来，伊要互咱拿起那些智慧跟勇气，勇往直前去处理这件事，去面对，去承担。但是咱拢抢袂起，咱拢交君子合作还是小人合作？交人讲是非较紧，还是交人商量大计较紧？各位先生，咱是毋讲是非较紧？啊，即人讲啊，即就有办袂开啦。你啊，看讲爱开会啦，看啥来想方法，看开会啊，差不多无看的。啊，若我食饭嘞，来哦，食饭哦，对啦。这嘛是一种态度，你跟谁在团结合作？爱说你哦，你的心念跟谁团结，他就会跟谁合作。你就甲做伙，当甲做伙的时阵，你的生命发展就由即摆开始。所以咱爱互相。大的是团结合作，咱看会到的；小的就会互相排斥。什么叫小的？比如讲，咱人的心念的面向辛苦嘛吼，会嘛吼？啊，天地运行，阴阳的运行，拢是一个正常的磁场咧走的。运行是一个自然嘛，自然就是道嘛，自然就是天地之道叫自然嘛。当你想的代志，常常是天地地，甚至拢一直负面的、负面的，你就开始你的身体细胞会产生排斥了。会呢？你嘛看无？你一个人的想法影响健康是安那啦？开始排斥咯，排斥哦，排斥也产生什么东西？产生你的病。你的病为心开始，到最后从你的身体发出。所以讲，这种细腻哦。真正荧幕可能无，但是看才有一条线。一个荧幕安尼清清啊，是毋是较好？甲迄条线摕掉好无？较拄仔前较拄仔较近，就存在啊，敢有感觉即条线足碍眼呢？敢有感觉看出惨淡的？伊啊敢有？无感觉，为虾米？因为你一开始就是过，但是咱若下骹甲摕掉咧。即个画面有比较多的画面较清较水咯。为虾米？因为你一开始你讲迄个方向，一开始就有人伫边仔甲你敲锣打鼓，伫遐甲你迷惑啊，就是安尼，就是安尼。啊，你讲我并无安尼想，但是咱女生吼，咱来看哦，迄拖拉库大卡车啊，伊载足侪物件的时阵啊，伊要经过迄行啊转弯的时阵，伊啊咻一个足紧，也是爱棒，哎呀呐，棒嘛吼，紧的安怎？紧就危险，冰车啊，还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行过水啊，会无？各位先生，如果今你思考，如果今你在思考真理的代志，你感觉你一直转袂，甚至你会感觉卡的啦，转袂来，你就想拖拉库吼，你为啥有即世家己捡落来？吼，你对世捡伫你的车顶，你就开了安怎？你要非常慢，非常慢。但是你今仔若无载遮侪物件，你嘛无开遐济拖拉库，无开咱遐大只，你是开小轿车尔。
即个转弯世界，咱就安尼停诶，是毋是爱停诶吼？你是毋是就是慢慢啊说就会当过啊？毋免就爱停的啦。啊，为的是什么？因为你开的时间会比较较济。啊，这嘛是一种放弃甲坚持。你要放弃你过去的无好的想法，还是你要坚持你过去一寡无好的负面的能量？啥物叫负面的能量？啊，我著介意看电视啊，还是我著介意交人做啥做啥，啊，若要咱就讲我拢无闲啊，这是负面能量。啊，你讲拢去道场就拢好吗？也不见得哦。你若拢来道场，舒舒服服讲一堆，来啥拢好。所以后学一直强调态度的问题，不要认为你看遐一乞酒吼，一直咧甲咱乞无，一直咧甲咱乞无。各位前人要小心吼。咱若听过，老祖拢甲咱讲，道可道为上，道名可名为上。吼，但是啊，无迄个名的是天地的开始，无名天地之始嘛。啊，有名讲万物之母，万物的母。啊，伊讲咱人爱常常啊，不无语观其妙，哦，不常啊，爱定定常无语观其妙，啊，常有语观其妙。啊，奇怪啊咧，一个讲着爱无欲，开咱看会着世界万千的奥妙；一个讲你会定定有欲望，你开咱感受着你的欲望当中去运用你个法律的智慧。嘿，尾仔句伊就讲啊，此两者同出而异名，这两个啊。讲起来是无共，一个足侪欲望，一个拢无欲望，是毋是无共款的人？是毋是无共？但是伊讲哦，同出而异名，是无共名尔啦。人仔像阴阳无共名，你来看一个人，啊，做软到尾啊。假设这是平衡感，你若不管你物理的迄个原理，你甲它派你走到极致的时候，阴阳两极就是相，伊是一个像诶。咱的手足安尼，伊就是到做伙啊。所以讲，你不管是太阴柔，一直行到尾来变阳；太阳刚一直行到尾来变阴柔，拢是共款。虽然讲同出异名，讲白就是，你即个头壳内面所想的物件，其实拢单一个点。你即个点要安怎出来呢？咱来想看卖啊，咱去看哦，咱注意看伊看哦。有看到一点无？有吼，啊袂讲我袂好看，来，进荧幕无一点哦，来，进荧幕有一点无？我照出来吼，细面的一点。迄点其他嘛无讲，大家注意哦，大家注意哦。或许嘛无提醒大家看不清楚，嘛看不出来，是为了要大家看清楚，较画遮粗，无照你拢无画遮粗。但是迄个量头，咱的量头就像即点。迄个刹那出来的时阵，若隐若现出来的时阵，你毋是遐尔感受哦。但是伊一旦互伊成型，互伊有一个形，佮顶落去，即个时阵，你就会开始攀缘啊吼。啊，咱攀缘或许做一个很基本。你若有迄种门市小姐吼，下昼时啊是暗时啊，你若看伊咧食饭吼，因咧下昼等下大家对话拢是安尼。某某人啊，咱来逐个食饭好无？妈，我再来食饭完。无来食面好无？妈，我下暗想要食面的，下暗要食面啊。无要食啥？无咱来食包仔好无？好啊，我知影新亚这一间包仔好食。迄包仔吼爱去因空买，因空伊间头好食，所以爱去因空买伊间，咱来爱去因空买。好，安怎要去？吼，你去我去，咱两个坐到石头看啥行去？一个食饭尔，伊会当牵甲来。为东边牵到西边，啊，搁为西边搁安那牵到北边，攀缘攀袂煞，有没有？有。啊，就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哦，很简单的一个事情，到最后牵出来的代志，交你所想拢无共，因为伊有可能为着要走去因空买一个包仔，结果等来叫点点发现讲伊带路职守，上班时间到去。所以要甲出发甲靠近，啊，伊开始感觉伊跟他做倒霉，为了那，就为了中午要吃什么。那每个人呢，这个命运啊，你会感觉讲，我想那会安尼吼，其实或许嘛，承认啊，或许承认，
但是啊，爱会记哦，咱若有黑暗面和永远的做正面的时阵，重点是伫后壁即句，你黑暗面的时间，你已经浸偌久，你才会当行出人生的光明的路。这是一个全在你要站在哪一边啊？正负无对跟错，共款你句话，你行毋对面，你就负面的人，你讲是恶不做的歹人，是恶不做的歹人，伊杀人放火，伊有一天伊会成不无？伊有一天会成不无？杀人放火人才会成婚，各位浅显迷惑了哦。杀人放火咱哪会成婚？你就叫我来遮杀人放火吗？当然毋是安尼啦。杀人放火人伊嘛会成婚，但是要成婚之前，即句足重要，爱听了。伊爱先着地甲无间地狱恶鬼道什么道，看伊做过啥物罪过错，开始去地甲受苦刑，一直刑，刑甲伊若讲会忏悔。伊知影伊做毋对啊，伊迄个悔改，迄个良心、良知、良能起来啊，有迄个良心起来啊，伊开始还佫有机会。所以你嘛看即摆哦，人讲做无好，即世人做无好，轮回做一寡畜生道路，哦，或者做轮做狗啊、猪啊这啊，做狗啊、猪啊、鸡啊嘛有伊的地位呢，伊嘛有伊的地位呢，伊即世做鸡啊，伊知影鸡仔的苦。啊，有一世做狗仔，知影做狗仔苦，敢是？啊，伊一世苦，伊感受着，伊拢会徛伫伊的迄个哦，伊的记忆体内面哦，徛伫伊的记忆体，有一日，伊感受着讲，啊是做人较好，会当度人。有一日，伊嘛是会来做人，会来修行，会来做好。所以咱拢莫去小看，咱莫去看人讲，啊这路边的，安尼讲，路边的乞食也好。也是甚至这就是足无看无啥物地位啊，莫讲地位啊，就是很让人家瞧不起的人。伫社会顶无迄个社会地位的人，其实各位浅显，没有谁，无一个人吼是会当互咱看人无，只有你看人无，即个人上无。各位浅显敢听有？当你开始看人无的时阵，就是你即个人上没有那个高下的即个人讲的。你上无人格啊！看别人没有的时候，你自己的人格低不低啊？因为你代表你去评判嘛，你的黑暗面你给你暗掉的呀。所以哦，当我们东攀岩西攀岩，咱迄梁头一倒去哦，下底咱的衣服看袂出做一个心伫遐跳。你的心伫遐跳的时阵，迄个梁，这个就是一个梁啊，你的梁头就变啊，变一个足恐怖的物件。梁头为虚的变做实的，命运就开始摇，好运歹运就开始摇。当你的梁头为虚变实的，你就落实伫你的生活当中。啊，落实伫你的生活当中，你就开始摇，开始。孔夫子说：“为人是生而知之，上等人。”哦，开始是讲你上顶，一出世就知影，吼，迄种像老子迄啊，吼。像释迦牟尼佛一出世就知影，迄种拢是知影。我就是天命，我就是知影要服务人群，为宇宙来服务，为神来服务，为众生来拍拼。话你生字就知影，啊话是学而知之。像孔夫子生了之意是好过不断，伊自细汉数数讲，一直学，学到最厉害，伊就是学来就当知影。还是第二顶的人，啊，伊佫讲有第三顶的人，就是伫困苦当中，你真个生活困苦，甲你拔掉的，互你家庭苦、身体苦，互你无所不至苦。即个苦当中，互你知讲，哇，即个苦就是要我害死的，这叫做困的学生，这就是要再次的，要讲用即两番来讲，就三顶人，啊，佫有一种人，讲过一种人，叫困而不学，下。互计甲你拔掉的，互你困苦，你苦甲毋通去苦啊！你讲擦擦伊啊，即世人是安尼苦就苦啦，我拢毋爱顶人，我就是自在随波逐流。啊，性灵机以难测啊，圣人之意难测，好学不解圣人之意。但是你要听即篇，感受即篇的上法。
袂当来感受是，一个人啊，要觉悟，要觉醒，要觉悟，要觉醒，不是你这辈子你做的努力而已，还要加上你加上你累世，你累世遐无力的改变，是不是会帮助你？都有哦。所以当你能够生而知之是上等觉，或者上顶的觉悟，上等的觉悟，啊学而知之诶是次等的，是二等觉，上一定的觉悟啦。啊，重点好学是要讲这啥？重点好学要讲几啊？哪一点他感觉好学是迄个困而不决，困而不学。有时啊有代志甲咱绑掉的，互咱气就生气，甚至咱烦恼的，或者甚至咱足惊，咱可毋知影讲，伫迄个惊的内面，其实伊后壁有智慧。咱一个人足惊，就是要互咱学勇敢。各位先生，咱有想过？我足惊的时阵，就是要学勇敢。啊，我足无面，足够发性地，足够生气的时阵，就是要咱学智慧，学憨厚。所以当你去碰到这个过程，拢是较负面的时阵，其实负面的反面是啥？各位先生，负面的变过来是啥？正面哦，倒变甲变过来就是正面。所以正上天拢是咧互咱学，迄个无好，啥啊咱碰着无好，为着迄个无好来变过来，要碰着正面。所以咱就是，当咱已经艰苦到底啊，啊咱佫嘛无想要学到底。叫苗一直杀啊，讲杀甲无路，杀甲伫遐无路啊，啊，着规人遐等一世，等两世，等三世，等咱痛苦到底时阵，啊，甲讲哦，我莫等啦，去等着安那，等无人啊，家己起来做人较紧啊，等无人来去，家己救家己较紧啊，这叫做下等觉。下顶的觉悟，下顶的觉醒，但是下顶的觉醒不管上中下。有觉无？有册无？照常的，是只不过你的过程。所以你看这张相片，这女生的面，伊笑开的时阵有足水无？哦。啊，伊的面是扭起来的，嘴角往下的，看的有足，看足优秀啊。看就无水啊吼。每一张相片哦，两个表情就无共啊。看开像无共人无？好，这是一个人。你遇到事情，你会当有这个力，你若当这个力转换你家己的心情。啊，你看下底一张猴子，甲看下底，咱看伊坐伫遐像咧坐翔吼，安尼做清幽的啊，吼，影响着有无？很清闲哦。啊，你这个青蛙，你看伊食饱饱，腹肚饲的，倒伫遐有做清闲安尼有无？悠哉清闲清静。啊，你即只猫啊，等伫遐，等像要等人甲捧咖啡有无？等食饱饱，坐点仔配尔，捧一杯咖啡哦，这样。动物之间，它们也有属于它们的平衡、清静的时候。人也有属于在内在平静跟清静的时候，全在你自己找时间。各位先生，你家己找时间，唔是别人制造一个好的环境互咱，是你要安那用家己的心去制造。所以咱拢常讲一句话，人讲路不转，啊山不转，安那山唔转就路转嘛吼，路转嘛，啊路唔转咧，人转嘛。啊，人伫即个路转袂过的时阵，啥物爱转？心动，心转。所以最后你的心决定了你怎么做。哦，我定你安那个。所以你荀子劝学天来临哦，石头来临换恶以后，伊讲蓬生麻中不服儿子，白沙在面女之居嘿。迄个蓬哦，咱来看哦，蓬就是像迄顶。你去讲，若是山顶无，我看有像迄树啊，迄种像迄顶。安尼咧选有无？伊选得的咯，糖啦，糖，毋是拍遐有糖的选得的。你只要伊的点，伊伫遐麻中麻树灌木当中，伊只要是遇到是直的，对 safety， 伊即个点也是直的，袂歪的。所以你若厝有咧种树啊，有咧种迄个植物的，袂讲着爱甲土的安尼有无？土互安那？土互歪的，土互直。有无？雕迄丛树啊，雕无直，你即个虫你拢毋免甲雕，伊就是对即丛树啊，伊就对即个麻伊是生去，
直的，伊就是直的，不符而止。你拢免甲符，毋免去甲伊辅助，伊家己就是直的。但是后壁即句上恐怖，白山在亮，不紧不乌。你一个白色的沙，你若去甲伊弄伫咧湖水内面，你就是白色的沙，还是变乌色的沙？变乌色的沙。所以伊咧抗旱内面，即句嘛是咧甲你讲，环境有重要无？各位先生，环境足重要哦。如果你的心袂当去制造环境，你去选择一个环境，互咱的心会当较清净的，会当有向上学习的，会当带你到天堂的。因为即句话当中吼，我就想到广告词内面有一句吼，迄阵即摆较少人咧算股票，迄阵都讲人咧算股票，迄股票内面有一句广告词，伊讲跟对老师带你上天堂，吼，若跟错嘞。跟错老师，为了带你去住套房，就甲你安那套牢嘛。啊，股票若套牢，你就是无趁钱是了不起。这是一个广告词，但是咱各位先生，咱嘛爱注意哦。咱是毋是定定甲家己放伫一个好的所在？啥物叫好的所在？你今仔来这1点钟、2点钟都没有关系。你有没有让你的心很平静？甚至伫这个过程当中，你真正学袂物件，当摕倒来厝，再来去运用。讲互听，啊，咱讲互听之外，咱则家己会当感受。恁讲的过程，你袂当学着物件。为啥咱拢会感觉讲哦，着爱信任师傅讲的才是道理啦？啊，恁普通人讲的吼，无一定是道理。但是咱各位先生来看者，即只马仔顶悬放一块钱啊，讲啥物话啊？哦，马上发财吼，更较白话，更较白话，真啊！看了做生意也拢知影吼，你一日好势去好势在这厝啊，看着伊咧做生意，啊有一只马仔咧雕像，啊伊顶悬价就100块的，我想讲啊这是啥物意思啊？伊甲讲，这就是马上有钱，马上有钱啦，马上有钱啊！啊，各位浅浅，咱来思考一下哦，咱每个人呢想法啦吼，咱每个人出发点拢会。替家己找一个出路，啦！你做任何代志，拢会替家己找一个出路。所以咱如何去看待讲有钱甲无钱，拢会是以付出代价的结果来甲看。啊，但是人拢会有误判的时阵哦，人总是有误判的时候。你想点一定拢对的，哈？想点一定拢对的。像甲倒来只马啊，你看着你只马啊无？顶悬放一块钱嘛吼，但是好想讲，马仔若走去，迄块钱安怎？马仔若走去，迄块钱安怎？落去涂骹会无伊无？所以当你要做一件代志，你拢会替家己找足侪理由、方法，甚至人骂的时阵叫做借口。各位先生，敢是安尼？我们都会哦。所以好势讲，好势是下等级的吼，是迄个下等的觉知的人。为啥伫代志发生的时阵，咱就感觉讲，哪会安尼，哪会安尼，就开始自我迷信，甚至迷信了，咱感觉讲会自我良好。人伫迷信当中，会感觉家己真好哦。各位先生，你敢知？啥物叫自我良好？啊，无紧啊，反正上歹嘛，安尼尔。敢有想过这个有这种想法过吗？我的人生最差也是这样，还会自我良好哦，啊，自我解读哦，啊，到尾还叫做自甘堕落了。所以咱人吼，毋是一件安尼，一件就安尼人，咱人是安尼，像迄行楼梯安尼，一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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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đi的。啊，所以这是一件很，要讲也是很无奈的事啊。咱拢会感觉讲，我上迄个上迄毋好我，但是伫中央内面哦，伫中央17篇内面顺其大校也有17篇内面就讲啊。高天之新闻必因其在于倒的，灾者为己，亲者后己。故天之生物啊，必因其才而不焉呐。上天生育咱万物，拢有安那，拢有伊的一份，伊的基本拢有无人啊。但是咧，伊会甲咱照顾，伊会甲咱照顾。
伊讲啊，灾者培之，啊勤者护之。咱要讲嘛是，你有想要搭帮助的，你有想善愿、善愿，你今仔毋是为着家己哦，你是为着众生大家，你感觉讲这是利己利他，大家拢好，你今仔来做遮个代志，吼、所以咱有看到咱的亲戚，咱的领哩，伊嘛无领钱的啊，但是咱顶下说第二，伊嘛无领钱的啊，像咱伊要遮辛苦，出国开荒，也是讲像咱若咧开班会，伊嘛是咧牺牲家己的家庭时间，伊爱出来，为什么？咱看着好像是自宫啊，可是为什么他们要牺牲？一些零星分类是都要牺牲。你没有牺牲，你就袂当享受。你的享受是为着你的牺牲的过程，你会当享受到。所以牺牲享受，享受咧就会牺牲嘛。这真正是安尼哦。你也来看，咱伫迄路上的交通啊，你看交通警察徛伫路中央，哔哔哔安尼分来分去无？啊，你讲迄交通若是拄仔咧落雨的时阵，若是日头做炎，你看迄交通警察，也是迄义交啊，足辛苦无？但是你也甲问讲，你遮辛苦徛伫遮要创啥？伊讲，因为我徛伫遮，我看到交通，因为我会当顺时，我感觉我有一个成就感。啊，你伊牺牲之后有没有享受成就感？有啊，这就是牺牲、享受、牺牲。大家各取所需，互惠。啊，这个看你自己，看你自己的想法。啊，上天嘛拢对咱想法咧行，你想的，你只要是上好的，善观上天的报啦。所以咱讲人非天赋啦，哦，但是尾仔佫是咱着爱家己天道情操，你家己爱分啊。咱即摆人一开始有讲哦，现在要真的活生生饿死人，我连乞丐较早咱一开始就讲。辛苦存7块互伊，佮甲你嫌少，伊就袂收落来，袂收落来，伊佮来嫌少，为什么？因为咱人都是懒惰、惰性啊，贫惰较济啊。咱讲袂讲，毋是重点，是迄个懒惰的心、散漫的心。啊，伊个散漫的心会啥？无定嘛。咱一个人的定，若济，你做任何代志，你会感觉得心应手。啊，定若少，爱陪定。搁浅浅，你嘛想讲，我若无定要安怎？无定要规定尔，陪德啊，陪德有很多，咱来运动，咱就有位师，我真无钱，我做无位师，我请便所款内面，学人才，拢会使，这拢可以。无定就是爱陪定，啊，我若有钱，我若布施有力出力，这就是陪德。但是咱人拢是贪念足大，分大嘛足大，到尾啊。就咱一直想讲我着无法度，咱拢常讲一句话吼，我着无法度，即句话拢常常讲，无法度讲不得真正变啊，并无法度哦，没法度哦，你没有法去度自己过这一个苦海，你常常讲不，你真正无法度，你真的就没有那个法来度自己了，所以要不要？嘛，伫即个人世间吼，咱拢讲有钱无钱，迄其实有钱好选庇护啦。郭台铭上好囝，伊一顿食几碗饭，咱敢知？一顿吃几碗？伊一顿食几碗饭，咱敢知？食几碗？好囝啦，敢是食比咱较济碗？哈？无吧？啊，你讲上善的，讲好啊，伫路边乞讨是只是流浪汉好啊。伊一顿食几碗饭？搁浅浅大概咱思考一下，郭台铭更较好囝，伊嘛是食饱尔，你个胃那是食饱。一个啥物拢无的啦，伊穷的到最后伊嘛是食饱尔。敢是？啊，郭台铭，互你几若栋厝好，互你住102好啊，伊敢会当1点，互你7点去困，7点困到8点困3楼，9点到10点困大楼，一直安尼一楼一直去困，敢有可能？哈？好囝人的楼厝去上悬，伊敢有法度一楼去困？伊较困嘛，伊在门层啊，但是伊互你更较好囝，伊去特制一张遮大张的名层。伊一暝就规即边变开一边，规边变开一边，伊敢无好困？
咱迄个啥物拢无个啊，倒伫路边涂骹，有敏感是嘛是咧困啊。是。所以讲咱人食是一个三顿有饱，敢有简单？其实足简单的，但是迄个好学较怎啊，甲咱分享的吼，头壳敢有遐简单？饱是足简单嘛，食饱不饱足简单。但是迄个头壳所想的，头壳所计较的，交人伫遐咧算计，交人伫遐咧，哪讲的攻心计的，较袂晓。所以呢，无郭台铭的好料，各位浅浅，敢是？但是咱嘛有郭台铭无的，因为咱有修道真理这条路咧，互咱行。咱若碰到代志，咱会当较自在，咱有妙法会当比郭台铭较有智慧，当去面对，毋免逐工由头到尾。伊逐工伫遐进出伊咧，迄钱啊拢足济哦，一无细字就爱由头到尾来，几千万出入，敢是？咱毋免伊遐艰苦，咱几千万的啥？几千万的道理，咱嘛是咧几千万的咧出力呗。各位先生，你有几千万咧出力无？你有几千万的道理，几千万的精力，你的身躯咧出力。你也看哦，咱敢有几千万的，咱来运动，不离咱的运动，身躯加持，身躯下负面的能量，头壳负面的能量，甲咱配出去，挂智慧，挂灵，互咱灵光头壳会光，安尼有千万好。迄嘛是算千万钱要袂着哦。咱接受身体式交真言啊，咱若有心事啊，啥交真言来讲话啊，真言互咱一寡正面的想法，互咱一寡力量，互咱一寡方向，迄嘛是几千万要袂着。对啊。即摆去智商哦，即摆来心理上哦，即摆心理有困苦、艰苦的，人讲心病的人啊，足侪啊。所以即个智商足侪人咧做的，就是讲。我心内有病，我来找你，找你讲话讲的，你互我讲话讲的，我一个方向。迄爱钱的，各位浅浅，咱进有特种的浅浅，找领人，找咱的组长拢免钱，成功拢免钱，这几千万嘛，无一定买会着。搁来，咱有经典，各位浅浅真的要经典常常看，也较嘛相信啦。往后的时代人讲。佛甲魔拢，大家拢各出奇招啦。佛就是咧度人嘛，魔嘛是咧招援兵，你知无？各出奇招。所以电视嘛足好看，真正拢足好看。拢找迄做缘投的，找迄做水来演，拢演技拢真好，拢找迄做好的。伊就是为着咧互你好看。哎呀，身边有有时嘛会去看，真正会去看。迄就是真正敢讲，你会去用卖油嘛？伊迷不了你，考不了你，就不叫考卷啊，敢是？伊动袂着你的心，伊就无算。伊今仔伊的迄个功力就无够，所以一定甲咱动咱的心动。伫即个过程当中，你爱会记的，咱来常常讲，咱爱有气量，咱爱有气量。我今年我著赔一鋪就好啊，今年赔一鋪，因为今年的目标就赔一鋪就好啊，你莫安尼想甲有单，讲济讲济。一年一套经典，济也少。你讲我啥拢袂晓，我敢会当袂啦？你啊背道次中指嘛无济啊。我背一个道次中指好无？一年背一个道次中指好不好？可以啊。人不在于你下了多大的愿望，而是你对这个愿望执行多少，这才是重点。你有一片的，才是真正照完行；你无一片的，迄拢叫啥？空思妄想，大家伫遐空思妄想，空思妄想上侪比忧郁症各位先生，你拢伫遐想，想到尾啊，你就怀疑你家己，我这条路行咧对不对？开始怀疑啊，所以咱人有惊屎，只惊家己无志气，无志气就是不断怀疑家己，所以爱会记即张图，即摆西班牙一寡东欧现在欧洲里面很流行那个人体耶罗汉。人体耶罗汉，这有厉害咯，说厉害但是我要讲的是徛伫顶悬。咱人往往看到足奇怪，咱看到人的成就，无去看到别人后壁的拍拼甲艰苦，但是，所以咱即种情况，我会讲郭台铭啊是，因为郭台铭好像就是很有钱、很有成就嘛。但是你若伊讲到一个讲迄失败的，
我的朋友，我的啥物人失败的，敢会你讲失败的？袂。但是或许嘛，要跟各位提醒，这张图或许要跟各位分享的，不是你这张图顶看，是这张图你看袂到的。下底有几摆人咧放假，来较知，敢有翕到伊？敢有翕到？你真敢有看到这个人的头下底，敢有看到伊的身躯？敢有看到伊啊软骹？敢有？无看到。啊，或许为什么要比喻这个照片给大家分享？咱人常常拢看到人风光的一面，看到人成就的一面，咱像咱只拢看到身份，会当比较互咱膜拜，咱拢会当受着伊的精神来感召。但是咱敢有想过，伊迄个过程叫咱真共款？伊有艰苦，伊嘛有挣扎，挣扎来伊要安怎讲？挣扎。伊就是爱艰苦，爱挣扎，啊，佮爱啥？爱勇敢，啊，佮爱坚持。伊拢叫咱共款哦，啊，下底这个人嘛共款哦。一场跌落海咧成功，下底人是基础最重要，基础若放落去，就无质量。所以，或许我要跟各位亲人分享，我们互动分享，我们想想看是这样子。不等，虽然咱毋是足大的人才，也是足厉害的人才。但是，若无基础人才，一个大导体，根基拍袂着，嘛袂当发展，敢是？所以各位浅显，你要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。没有我们，没有今天这一场，来掌声鼓励。要时常肯定自己，因为对待起你家己的辛苦变化。今后学花，安尼来画有哦，用铅笔还是画有？有啦吼，画有。然后问讲。你的性命有道无？你会画有，吼，画有。啊，你有名利受持无？你会讲有，吼。爱画这是一种呼口号吼，呼口号，但是嘛是就是你爱发现。来，你的性命有道无？有啊。哦，免啦，有啦。好来，你有名利受持无？有。你有身心安顿无？你有智慧清明无？使看你细声，你大声。你有放下挂碍无？你有友好父母无？你有淡定寡欲无？你有简单朴实无？你有善解包容无？你有感恩知足无？你有珍惜所有无？拢有啊，因为你头拄拢画有，头拄仔讲哦，上天中央甲咱讲。栽者培之啊，咱都毋是亲者吼，你就袂甲咱变为无。栽者培之，头拄仔你看有诶，连伊遮拢有啊。安尼恭喜大家吼，家己搁奖下一个。大家互家己笑嗨嗨，这三阵叫做笑嗨嗨。